民所託。作為一個校長咧，我係信任張國衛，我信任佢能夠利用佢嘅專業嚟到為到呢一個選區嘅選民嚟到服務。我支持你，張國衛。張國衛，佢改善咗大埔單車徑嘅安全，關注青年嘅問題，我梗係支持佢啦。4號張國衛，我哋支持你，加油！加油啊！佢張國衛擔心我哋老人家，搞到好多服務俾我哋老人家，所以我哋一定支持4號張國衛。支持張國衛，因為佢好了解我哋做家長嘅需求咯，所以我一定支持4號張國衛。我個仔都一樣，成家都一樣。張國衛支持，佢好關心我哋嘅教育問題㗎，支持你4號張國衛。我哋支持邊個啊？4號。我哋點解要支持佢啊？因為佢搞咗好多活動俾我哋，係咪？所以我哋要支持4號張國衛。你好，我係大埔嘅陳醫生。我而家呼籲大埔舊區同埋太湖花園嘅居民去投4號張國衛，4號張國衛，支持佢選呢個區議員。請你哋記得去投票啦！